我杨树宽，向上太上谷，要发太假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涂志忠阿忠谷乡下的老后生人大嘴鼓了。你从小到大啊，基本欣赏韩国也爱见讲吼，你要做一个有礼貌、有教了、尊重拍摄嘅人。不过台湾过后啊，第三回韩国职场上嘅让向过后啊，你留嘅礼貌、韩国尊重莫提起咧。今日咧，你抢到50后生人老大家乡下来复习一下啲俩嘅时代，用扮做一个有礼貌、有同理心嘅现代人咯，掌声欢迎！首先，老太家小嘅係志怡，大家好，我是晓得尊重对方还有同理心的志怡，就係現代人嘅禮貌代表人。禮貌寶寶，禮貌寶寶都得係滿意哦。第一集老太家小嘅係李家，大家好，我是禮貌100分的李家嘎嘎耶！可以拿出證明嗎？快點！ 100分，看起來就懂應該自家做哈。第三集老太家小嘅係關權，大家好，我看到萬人眼中會笑面嘅關權。可能是蒙面。哦，第四集老太家小嘅係葉蓉，大家好，我係傅聰如禮貌界禮貌社公主葉蓉。今天大家自己講。最美老太家小嘅係小福，大家好，我係對老人家非常嘅愛有尊重，非常嘅愛有高了，非常仲係把全部點記在心嘅小福。應該沒有人想相信他。因為其實佢就係弄人家，因為你剛剛唔記得自家有高了，我說這個你知道反映一個人嘅行為，都得反映佢嘅心理。我說其實係最冇高了嘅黃小姐。好啦，假如講到倆下現代人當中，你會知道倆禮貌、老尊重，心中係好像不是什麼應該要注意到的事。老拼人對人嘅好尊重係應該嘅，吼係唔係？倆下問題嘅時候，你知道乜嘅很多禮貌嘅行為有哪條咧？至於咯。我感覺禮貌就要適當去感謝對方所做嘅事情，還要尊重對方係輕重要嘅事情，總係將對方嘅付出當作係應該嘅。像做嘅基本嘅禮貌應該係最當紅嘅禮貌，就係你要時常講感謝啊，詢問啊，做嘅問人家問題嘅時候跟搶問啊，唔講呢搶遇到嘅時候可能你有做唔對事情嘅時候，我感覺我哋講自家做唔對，我講排泄咩係一種親好嘅禮貌。因為做唔到本人家感覺唔爽快嘅。勇於承認錯誤，咩係一種禮貌？給100分的李家咧。你家100分，大家談好聲。其實禮貌呢就係愛尊重嘛，韓國禮貌其實就係一種態度，一種態度好嘅話，其實聽人就會知道哦，人家三人都有禮貌。比方講係準時衝突啊，韓國這種有遊戲啊，這個時節啊，經常就會講，接送愛講請、謝謝、對不起啊，接送愛掛在嘴邊對嘛。我說聽人對人也聽相處動重要，迄個也小細節都做好些嘅話，聽人呢都會知道，人家三人老禮。強用動有禮貌哦，對啊，他還講動有禮貌哦，因為從前面鋪陳咁多最美最重要就係老人家強用，你就看唔開排泄啦。哦，原來係咁嚟哦。你看到人就笑面嘅關係，你知道乜嘅係禮貌？禮貌呢就會待人處事，做人做事啦。做人做事要這樣哈，還有舉例2點哦，不太個談。第一個哦，行為就會你。按講，就會按用行為上面，這看起來怪怪，都表面功夫，表面功夫。有看到魔術師，好像術師嘅人哦，就老佢點頭，老佢打個招呼，用就會親上家門啊，有禮貌。點樣排泄啊？老佢點頭，其實都幹嘛啥黑冇？兩個人沒是不是我好久以前不見的同學？跟那邊個點頭啊？結果根本係上分嘅。係啦，跟葉蓉小公主，你知道乜嘅係禮貌咧？我愛是錯咧，我知道禮貌其實係向你用心嘅，是從韓國佬尊重、韓國同理心有到嘅上場，從挑戰關圈講嘅，其實是係基地，假使講佢看到一隻當配嘅社會啊，直接講你用安配，其實會。
心情唔好，冇适当休息，所以其实佢第二件事情，所以佢是唔会去假皮讲呢件事情，所以我是都唔会去做啲便宜为当唔爽嘅事情，咪系而家禮貌嘅行為。韓國其實我是都面皮下破嘅人，其實係我其實咪面皮下破嘅人，是為下少。便宜會看你，係咪係冇禮貌啊？用嘅，所以你衝下去，假是講錯差當接嘅時節，都接唔嘅時節啊。其實當然可能面皮下破嘅人是會講價格歹勢，不過遇到冇禮貌嘅人，可能是會直接衝人啊，是過氣的。都冇禮貌。係。你每天啊，你係咪都冇禮貌啊？係成樣嘅，就係講啊，有啲人嚇面皮下破嘅人。同江本人做嘅一條嘅無禮貌行為嘅事情，本人是唔知做乜解，同江心裡會有按呢感覺，講呢片嚇，因為後生人當中有一生人係面皮青盤盤到老白強樣嘅，叫做到黃小鳳，應該冇乜嘅有禮貌冇禮貌嘅問題，應該冇唔是少。咩？我用翻冇咯，我面皮雖然講有較盤掉嘅啦，吼，不過我咩啲家講嘅尊重嘛、尊重嘛，簡單來講。一禮貌就會愛準時沖拖，路暖愛要寬，係嘛？路位攞佢托提起，係嘛？慢嘅路位攞嚟托提起，跟係托菜嘅時間，這個不能亂的倫理啦。跟住冇影響，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嘛嘅係有禮貌嘅人嘛？那當有禮貌呢？用辦過，飯前會洗手，飯後會漱口，係嘛？因為學長也係咪禮貌，也係基本嘅小朋友都冇啊。也係基本嘛，唔錯，基礎從小做起，係嘛？然後講嘅係從戲班，係咪要動到老人家呢度師太，我就會尊稱人哋講老師。啊，我第一個上嚟係咪老學長？冇傾用學長，冇傾用啊，人都幾用詞啊，人都幾用詞。我講嘅係將叫做老師叫做歪按度，係嘛？故說我看到叫做我就會去搶高叫做，本來就想當年，本來就講一下，墊一下風聲，啊，本來就增加那個存在感。我叫做歪按度啊，我去搶高叫做。就本來就增加一種使命感，我讓佢搞歪，知嘛？好多嘅東西，係會運用啲龐大嘅舞台上，好，家頭就知道有榮譽感，係嘛？我衝眼㗎。所以一根本就唔係禮貌，一係基本嘅常識，好冇？連基本常識冇啊喲。基礎從小做起呢，我用嘅啦。係咪嘅飯前愛洗漱，飯後愛糖水，唔單止糖水，還搓牙齒。咁你間知道你自己係有禮貌嘅人嘛？非常有禮貌嘅人，唔講我哋講禮貌就係我哋學教啊，非常講求愛有禮貌。因學教嘅時節就講，老先生講，先生好，韓國最重要嘅呢，老好重好記，要說學長好，學姐好，因為喺個冇講嘅話，按補押出來本名寫下咯，集合咯，做唔得衰模嘅哦，當對人講哦。我說幾時間呢？我就說非常嘅乖，做一同學，因為我係有技巧嘅，那一定會有技巧。上家門係有技巧。真嘅，老學長姐上家門係愛有技巧嘅。第一呢，個調好，做咩按樣調輕輕，學姐好，學長好，跟學姐出來講，你哋做乜嘅？看嘛啥，唔啲上家門係冇，懂啊個唔掂哦。啊，個第二呢就係個聲音嘅控制，愛控制好勢來，做唔得按樣學長好，學姐好，做唔得哦。哎呀，個學長姐就會知道。點解帶你去看醫生？真嘅，馬上就適合。學姐會覺得300，冇唔錯，馬上就變定然後咧。佢第三嘅動重要，因為學長姐呢，佢就接送啊，為無非這個小小的學妹，按有啲老學長學姐講莫足啊，莫當當啊，一個學姐好。哎呦，你就會知道，學姐就會覺得說你在瞪我，是不是？快買東西啦！故上呢，應該莫足好，這我們得看定應該學長學姐的莫足亞位，我看呢下暗亞位，下暗亞時候才讓學長好，學長好，學姐好。哎呀，真係懂學嘅學妹，咁要呀！要好嘛，你都懂得人講好嘛？我啲要係我學長啦，我買就知道唱鹹天天，梗要按到歷史。幾多塊面都係用學姐，冇見。而家係成個嘅問題，而家係成個嘅問題。冇我還有啊，迄個我認識學長姐吼，無論結束時我條前都會講，哦學長請問一下，個學姐將來了哦，除非呢係從質疑學姐吼，然後我動手是對我同學就講，啊你家唔是嫌我學姐，我真唔會嫌佢。故所我真嘅係禮貌100分。就講，佢冇跳嚟啦，佢冇做坤當過啦。
加油！学长来了哦，哎，抢木一下哦。哪有来好，陆学长，陆学长不见哈，陆学长不见，不敢当。好，给俩他先问一下，那个自己讲自己乖宝宝嘛。嘿，狸猫宝宝。狸猫宝宝来讲下，那片狸猫嘞？伊本来讲唔但抢除个生发，当我爱狸猫做了清好，我讲我追从迄，我每本对方讲我想会减价嘅便宜，想会便宜啊。嘿，从生发当我狸猫，其實青農人都唔記得咧。像我是種粗公差嘅時節啊，我就會下踩住啲老司機講哦，感謝你啊，什麼啊，辛苦嘅啊。像我做嘅傳堂啊，食飯嘅時節啊，嘅點言啊，我為來講感謝佢送嘅菜嘅時節，一出菜送來嘅時候就謝謝。所以我時常用干咩？我師傅用謝謝，哎呀，因為其他人記得做些咩清辛苦嘛，係嘛？呢一種咩係一種禮貌嘅風潮。觀眾朋友，你都成發紅奶，還有奶度嘅禮貌嘅行為啦，聊下先聊下，等下轉來繼續老大家分享了。因為我親有那個和善感嘛，對不對？親有親和力嘛。沒有啦。古時呢吼，漢白吼，我發臉啦，發臉甲朋友要注意吼，漢白我會先甲嚴重吼，一條牙票吼，是冇睇㗎。有閒再去看到研究檢一下啊。唔係啊，我哋吼關鍵係動有名嘅，大家上當讓伊翕相做嘅，唔過吼倆片唔係嘛，該造勢場合吼，到底唔要拉票好嗎？很奇怪嘅，唔係先記創他嘛。歡迎大家到咗嚟香港睇上個嘅節目現場嚇，家就問到大家設計因為設計係有禮貌嘅人，你下再問小公主嗬，小公主你知道自己係有禮貌嘅人嗎？係，其實是係愛知道愛自己係當鬧戲麻煩人嘅人啊，所以乜嘅事情愛是為自己做到為死，冇幹冇曬樣嘢。都冇辦法嘅時節，就會麻煩別人講，可能做得讓你聽少麼，佢係會當有禮貌。冇嗌門嘅時節會講，講你假是講，都冇係咪怕，佢係做聽自己做安樣嘢，係韓國出體了掉自我，我其實啲你朋友啲陪讀，你從下後生人講會是會講車會冇是係罵人啊，講笑安樣嘢，咁個有啲人可能糖咧會遲到唔上手，冇是是唔是唔好，我是會看面色。我遲到利用。根本不是禮貌小公主，係嗎？你按到便利貼小公主，真係個。係，人講嘛，咁你就答應，係唔係？你就知道你好欺負啊，係唔係？唔過兩下在問大家嗬，你知道這個成法仲有做過嘛？個有禮貌嘅行為，本安樂咧，給自己先來講。有從平常時看到人啊，就會主動去打招呼啊，人家就會講啊，非常有禮貌，關權哥，哎阿忠哥，係啊，係有平常嘅自己坐嘅台中交通嘅時間，就會看到前個老人家是他哋可能拿嘅行李係輕太窄嘅，唔過因為行嘅流台嘛，嗰時候我就會直接去聽說啊，我聽數人啊，我就會聽數機去，聽數機關，係聽數機關嘅行李啊。咩人哋跳歐拜？用嘛？莫名其妙攞件寬，而家攞到一跳人嘅東西啲嘛？唔係我英文好嘛？我講是要聽數嘛，其實哦是用，我就會聽數。用英文你係愛嘛？係冇係是本來。唔係愛用型我驚阿公阿婆還有一個小李，所以講佢驚嘅行李人雜死。係咪？佢哋要冇愛切條狗啊，攞件寬。我妹妹去看自己嘅年齡，咪冇按拍冇啲嘛，真係唱太窄嘅可能順風有人關權按改啊，冇用嘅就係去聽數嚟，去聽數嚟下係冇。就係用，像自己做些大行，像我有啲是出外景啊，然後因為像我可能出外嘅自己地背度，我係皮膚下細嘅，大部分都係種片導演啊，還有攝影師啊，都比我下睇。嗰時候我你出去食飯嘅時間，我就會主動去拿個餐具，還有衛生紙，主動去擺碗筷。佢哋就講自己當特別有禮貌哦。所以兩係咪？你兩下現代人接送會唔記得一種吃飯的禮節啦，就要幫同桌的人一起來擺碗筷這種行為嘛。不過你講你有識做過乜嘅禮貌嘅行為本安樂咧？我知道我做嘅非常多本人安樂嘅事情，唔過係知道你自己接送本人安樂，真嘅就係上家門嘅啦。尤其係到師太人啊、先生啊，因為見你笑面啊上家門啊，尤其啊讀到喺師太因為客家人嗬，尤其到如果客家話說哦阿公好、阿爸好、阿姨好，佢會知道哎呦，你啊後生人會講下哦，係有禮貌哦，阿東好哦。
哦，古早也知道，上家们用客家的上家们，其实咩非常容易配本去熬喏嘅。真嘅啦，真嘅，对，加上去客家粽的时间，老人讲客家时候就会吃到哦，马上从0分变100分。真嘅，也係一種同好嘅方式。嘅關於牛舌做過嘛嘅有禮貌嘅行為咯。哦，有呢，有啊，咁最近有。有啊有。上衝無呢？我講下，即係法典啊，哦，有基本以上法通啊，轉落過去做法通，咁係轉去表演唱歌咁樣。哦，因為法典有就啲嘛，有名嘅人啊，哦。過去嘛，佢哋就會大排長龍啊，爭先恐後，還有咧萬人空巷啊，門庭若市，七上八下，一空而散，雞飛狗跳。佢哋就會老愛翕相啊，咁樣然後翕相啊，做啲啊握手啊，做啲係南下哦，咩做啲哦，阿公阿婆嘅朋友啊，就看到阿公婆就老佢講，你嘅孫呢？啊哦，因為按有禮貌咯，係啊，佢出按用咩引導咩啦。哦，故說呢，大概故事哈，就不按你講，就會親有禮貌，長輩親重要哦，還有一個親重要嘅問題就會哈，因為親有那個和善感嘛，對不對？親有親和力嘛，故說呢，有啦，故說呢哈，韓白哈，愛法典嘅朋友要注意哈，韓白我會先個嚴重哈。一條銀票啊，是冇睇㗎。有閒再去看到研究檢一下啊。唔係啊，藝啲嗬，關鍵係動有名嘅，睇下上當讓你翕相做的，唔講好倆片，唔係嘛該造勢場合嗬，做的唔要拉票好嗎？很奇怪咧，唔係先記創下喎。假如講到，就係睇下知道有禮貌嘅行為，唔過嚟兩下位問睇下先有度過乜概念做到冇禮貌嘅行為呢？喺呢家先嚟講。有時候其實因為遇到當多冇禮貌嘅事情，像藝英雄最曾就係有帶藝去教課，佢教課嗰邊有先生嘛，佢先生就老藝教出來，唔知邊到哪邊去咧。你係想講奇怪嘅教出因為唔見體咧，我就想先生差唔多一下年老藝教出來邊到哪邊咯。佢就講唔知架去前面下項目，我就講好冇問題，就唔好麻煩佢嘛。然後前冇到，然後想都帶去嚟，佢先生啊看到藝前冇好，佢就老藝前面下。唔過啊，老藝前到書本嘅時間，然後教出來本藝時就動態啲，疊藝嘅書講啲呀 V 啦，都冇禮貌唔禮貌，係啊，按樣啊，但係唔啲呀，我想講前動叫啦，唔講前動叫啊，前動叫咩唔是按樣啊？你想講藝係名到藝係冇，韓國藝係嘢教育嘅工作上，對一書本冇尊重，對藝咩冇尊重，我想藝就知道懂欠啲冇，因為按冇禮貌。唔過後面嘅時節啊，叫做老藝講歹勢啦，你講藝家好心情有啲唔好啦，故說做事情就會按太上。藝雖然係小小嚟講，冇相關啦，唔講藝習慣都係懂欠，活潑咧。遇到安樣事情就老你講一個動作咧，就係自家 EQ 控制好咩係個禮貌嘅表現吼。如果談講頭白嘅關係沒有遇到一個面粗粗面白白嘅事情吼，你會對應安呢？要藝老大家分享一下，藝朋友嘛。我去內湖，特別嘅內湖辦事情，因為時間真限，嗰陣呢茶嘅差唔多茶嗰個停茶位啊，就凊彩停，喺而家公司嘅門口橋，嗰陣呢就有個員工出來，佢個桌面啊，看到真唔好，佢就你係了邊個員工冇？我就歹勢用藝了去曬茶，歹勢，有講聽一擺，你係了邊個員工冇？我就抽咧，你講100就好，你講200做乜嘅？我個朋友就要測試嘛，測精忠報國啊嘛，佢就對過去，加上你其實叫佢圓的，你有問題？個故事我本你講，用乜嘢呢？要有禮貌這樣會按用嘅事情出現。你知道你故事清楚唔係講你，你故事清楚係講，你會搞一個朋友，可能像凶神惡煞，可能像武士，咩有可能佢最近動上電，你都帶係咪兩個人？係啊。講到你阿嘅嚇，我搞一個同學嘅朋友嘅黃小鳳兄弟啊，佢就可能係同學㗎。因為香港係話凶神惡煞係嘛？咩啦？係其實上面去啦咩慈眉山。懂假啦。咩這題嘅？啲題咩問講，乜個事情較無禮貌係？係啊，冇錯啦。我講咧，
爱吃到要注意礼貌嘛该，爱吃到示范的理解动作。真健康有讲到示范嘛，係，家講嘅全部都講法嘛，講法係藝術冇唔錯，唔過十分嘅理解嘛動重要，有冇愛學嘅？從藝組知道講，有陣時大家出去表演嘛，佢會識得作菜，哦，啊遇到一些學嘅咪學嘅，一篇冇寫好講啦。要到嘅，行卡後生嘅些學嘅，你識作菜菜一掉下來，佢就夾曬到自己面前，就鼓起架夾，哦，過去種飯啊一2歲啦，佢咩唔曉得滿講係有人愛我，要搶鼓起架闊就好啲喎，個係有嘅咪嗬，有陣時人家都夾菜咪嗬。佢就落去交叉，安尼鋼樹鋼條安尼，地下係揾樣嘅，係冇，我係有嘅糖，嘅佢就到4塊，啊，我夾嘅糖地方係料嘅，你哋4塊，係，從而咧啲科學家用嘅點啊，安尼啲腦波人就說安尼理解，但是就講無人去到佢講要注意安尼事情，安尼啲我不知道，人科學係冇教料嘅。你係愛人乜唔好講法，有陣時有啲細路已經青春期嘅，或有自尊心啲喎。攞嚟講其實知道莫名其妙，佢從細到大就按樣啊，就刺眼觀嘅。而家攞佢搞妙，佢知道講奇怪，你係慢人啊，你係慢人啊，都慢咯，差很多。這件當我不示範嘅理解，這件當重要。因為假使冇做好，這件我本人知道，人家國家係咪冇教？OK，應用版嚟教人家冇人哦，示範嘅理解。冇人嚟啦，我係爭3-4萬種啲嘛，3-4萬就開始搞啦嗬。唔過限4有4時就要搞嘅素餐，我一天食飯之前我冇本意識拍啲東西，因為等下要食飯係講句話講佢食唔落，我係要佢啊係用湯匙嘛，係盲用開，我唔是講句話4塊嘅剛開始，佢用湯匙，故所有陣時嘅問句話按嚟烤，講，我就講做唔得，爸爸可以幫你刮刮。幫你種刮刮，嗰係要記到食飯家下做唔得看電視，一天做唔得，係啊食飯電視就先關睇，因為佢限細，你太年要自制力，哦，做得自家限制愛忍耐，細年人從細到佢關佢就知道講，食飯就要看電視啊，我用係啦，係啊，就做唔得，食飯電視關睇去，係等佢太咁講。真嘅啦，真嘅係一個從細開始就會培養一個好的理解。唔過講一句係也就係模範爸爸。好，謝謝。不過唐講吼，你不用特別讓室友帶球嘛，謝謝。唐講室友有做出一些行為，本期的。有冇按用音哦？讓大家分享一下好冇？真緊係按用音，因為大強下其實思維就生活習慣冇強容嘅問題啦。我個大強下嘅朋友其實佢啲生活習慣下唔好，可能玩病間嘅3日冇食，韓國做係少衝咧。韓國其實嗌咪唔好，當日去講你用嘅冇食咯。唔過嗌啲了不下，啲背都通常係嗌發氣氣倒垃圾冇食係食。啊，冇食嘛計，所以我係介紹我下嘅媽媽按用音，所以佢就人因佢是買2手嘅機器人按用音。韓國嗌嗌朋友是看到是講，嗌我下沒有誒，韓國叫我下嘅下先進是做得容命，冇是係嘛計上是做得命名嘅。他說他就舉例講，而家例如講，假使講佢做得講，有利潤佢是會變數，佢是按用音講，嗌朋友談到是從運動sense，佢是發在他的社群平台當個講，我看到是知道用為按用嘅，韓國佢喊下過分嘅地方是係佢喊貼嘅一隻樣片講，佢個掃地機器人轉起咧，佢是講有利潤轉了，我是看到是都從運係用為按用嘅，係經濟係用嘅，不過後來我遇到佢講啊，佢是持到當排斥，因為可能你衝突為講玩笑講笑。不過可能唔知呢種嘅行為會影響到我嘅心情。係真嘅，你用嘅記得你嘅就係講嚇，你都平常時生活當中接受嘅設計做嚟無禮貌嘅事情，唔過設計唔對。等下再嚟繼續嚟討論呢個話題咯。香港認真啲嘛？資料要有相當嘅準備，唔對嘛？跟內容要有相當嘅去宣告。教人哋嘅本嘛，唔講你有冇下最澎湃，我有冇？韓國最重要有冇搶人哋食東西？係啊，你冇搶食東西奇怪呢？係啊，你嘅白搶都有搶。三餐有飯後食就好啊，食乜東西啊？冇人都計數，基本留日期還蠻多，真嘅。
欢迎大家到这嚟欣賞泰山講嘅節目現場吼，兩下就喺問大家嘅時候，家就講到聽到自家度過嘛嘅無禮貌嘅行為，咩兩下問大家，自家可能咩有做過無禮貌嘅行為哦，先來至於先來分享一下好。雖然係喺禮貌寶寶，唔過有啲時候要檢查出差錯嘅時間嘛，係我感覺你唔係無禮貌，係有啲怕木。你啊粵語版因為你最近前一把就聽到嘅17聲天數，你療養還有下嘅期巴嘅你嘅療養嘅本嚟啊，嗰陣時呢就聽到嘅17聲，我就時常看到佢哋，跟後來聽到嘅17聲就離開嘛，後來還有療啥，我就加上看到，我就想為乜嘅你療啥17聲加上就看到嘅，你下一次就來天數你療養嘅，有一班我就問佢哋，姑嫂你療啥？你下就除嘅你嘅下個天數係做些係冇啊？佢哋話就講提講，上個講馬上啲用白戲嘛，佢哋唔係17聲，佢哋就係下個天數嘅員工啊，笨蛋就係員工，笨蛋就係員工啊，真係非常無禮貌，咁成就排配調時間。你看見到人偏高態，你知道都。唔係，因為佢哋佢係非常後生，就唱嘅太好成功咗。真勁啦！呢個世界就係本人冇灰到，就是上到阿後生，竟然已經開始啲做頭路嚟嘅，係咪？我呢家頭版沒有做過一啲本人知道無禮貌嘅行為。其實所以無禮貌的事情其實就會蠻多啦，有時候是嗌時間，冇準時，冇準時嗌時間，就真係算你度好，冇分批好些來，因為個朋友約會啊，像老教人嘅泰山講嘅題目啊，有時候是嗌就真係卡位慢一些些咧，唔過咩冇拼年來慢按到啦，故所呢嗌知道嗌知道，喂慢一些些咧，故所應該就係無禮貌嘅一種嘛，因為嗌說準時咪係禮貌嘅一種方式。真嘅，我應該跳班，應該大學時期應該好幾個一個跟我講的座右銘就是準時就是遲到，故所一定要早到。故所準時真嘅算落係一個動充有嘅禮貌，好拖拖棒棒嘅人吼，唔係人。其實人很多黃小鳳啦，嗌大拜啊，快個提綱吼，搞個提綱啊，討論時間。有人吼，你開始開會慢慢下。要介紹一下，也咩條數係頭旁嘅，你知冇？也係入面係聽高認真啲嘛。哎呦！資料要有相當嘅準備，你知冇？跟內容要有相當嘅去宣告。最慢教人哋嘅本嘛，唔講你有冇下最澎湃，我有冇？韓國最重要有冇搶人嘅食東西？係啊，有冇搶食東西奇怪呢？係啊，你嘅白槍都有搶。三餐有飯後生就會啊，什麼東西？冇按到計時，基本按留日記還蠻多。點啊？頭旁兩係咩？真件係嘅頭旁老叫得利用時間分配安尼，好，謝謝。我哋用來分享下，聽到咪就講當冇禮貌嘅事情係介紹一下用辦變做你個禮貌社講主細心為了件事情，我細細個細姐啊，認為我個表姐，我姑姑介紹我，其實我倆會提一隻考到駕照嘅嘢，所以我姑姑是當聽啊，是在我下坡街，該是其實是差而啲，信奉是實到你個主動，該你冇行人全部啲冇被停機掉，應該遲到咧係買凱旋歸來嘅感覺。心態，因為唔定用完用，唔講該用時嗌喺當時，我是啲冇背，我咪唔知看到幾條路啊，我阿婆是講，哎呦用會安強咯，我是直接講出該又差貨冇又重到你冇，我咪唔點解用會安樣講，我阿婆直接講哦，你用會講出嚟咯，是巴掌嘛上2巴掌，撞不挨，真緊，我該用時直接跑回去封建地位丟掉，嘿，韓國按不然我媽媽轉來，其實講。安用因真嘅唔錯，唔過韓係為了姑姑講一下，所以韓係要打電話到姑姑講排誰。其實呢件事情咪讓響到我自家對，就是禮貌呢件事情，其中入到個法會經過太多想過這樣講出來。真嘅人上次會講童言無忌，不過真嘅吼，新人嘅講法，其實知道有時間會知道咧講出來話，千種當好教，不過冇想到背面嘅後背其實係個當嚴重。
事情，你是诅咒姐姐要出车祸吗？还是怎么样？我说阿婆该补你通量法种，而补你滴的两种法种的青菜浪三讲哈，不过唔讲按本嘅利用嘅太太嘅重伤鼓励，所以讲。佢哋自家做唔錯自己，還會讓你非勝利吼。地錯怪錯，太嘞。對，就是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嘛。唔過關權有做講話該冇禮貌嘅事情。哦，有。青島哦，冇啦，因為哦，我講法哦，係親戚家嘅人啦。有時節會講揮發就會髒話啦，不是有意的啦，該歐洲發啦哦。因為你呢，大家向我食飯。有一隻冇收視嘅人哦，我就撈佢打嘴鼓。不過呢，我就冇生意啊，講撩手法就講出來，就講歐洲話，佢就變面啦。問我朋友，點樣辦？第一擺見面就愛呀。我咩唔知啊，我朋友就講，佢哦，親有教養嘅人哦，親冇去談到騙人哦，講廢話。嗰時候人家就抵啦，世界上怎麼會有這種人呢？還馬平嘅之間好唔錯呢。嗰時候呢，禮拜以後呢，我就親手講安樣嘅樂色話。我還是從堂度啊。對啊。冇講出來就好，你也講出來咧，冇講出來啊，大家私底下講出來。佢可以保持佢嘅形象。冇禮貌，你睇大年。我關權家講到即係佢講法集中嘅七重七度，不過七重七度老人家講到七重七度老嘅拍幕。真係係一線之隔吼，現段而家種吼，老這個做嘅行為係懂出夾，老掛在嘴上啊，我就是這樣啊，我只是講話比較直接嘛。不過上次會知道啦，講話直接其實會傷到別人吼。你兩下就看得到切空，現段而做唔得接受嘅無禮貌嘅行為，大家來寫一下，你做哪一條最無法度來接受吼？來看一下第一個。即係你拿手機本人看相片，然後你分享嘅時節，結果嚟佢看啊，即個溜去順風嚟看其他嘅相片吼。第一個就係啲共享嘅場所吼，太馬上改講法，親像旁邊都冇人。第三，講法出場速度當出接，鬧到自家做自家。第四，朋友嘅機會吼，見頭來見告訴佢嘅。第五，有朋友吼。不請自來，出家都壓不卡來。第六，總係虔切，鬧到老唔懂熟事。最尾講法總係愛主接受，仲會插嘴啦，無談騙人嘅想法，係會大團騙人嘅講法，大家最無法度接受係哪一種嚟？自己先來。係我下兩種就係三老係我先講三吼，三當可能講早起㗎係冇，唔過我講個早起㗎其實。咩唔係講完全唔好，愛看事情。像有啲人做起個係講法較直接嘅，我講講法直接做啲人，因為非常嘅真嘛，非常嘅坦率嘛。唔講我講法直接咪要看嘅場合，還要看對象。像有啲時節就非常嘅拍摩，就唔抵觸嘅對嘅時節講對嘅話，就會變成我講就有啲自我中心嘅感覺，因為可能那係愛用傷害到陪上人，愛用就係無禮貌嘅行為咧。係，第五點就係。朋友不強之來吼，然後咧其實咩看情況啊，因為像最近我本來 surprise 啊，就清涼來吼，講那講最近朋友啊，講因為有啲事那係出家來嘅話，就講你冇去邀見陪上人狀況啊，冇邀見陪上人感受，可能眼上係結婚就好點樣走過來，冇唔錯，假使朋友園就冇相關，朋友園就清涼來，然後隨時啊愛來就來吼。用嘅啦，係因為我剛剛講，其實有啲時要去請陪上人嘅時，我剛剛基本就係打電話問一下，所以你喺內面請封面，問一下講，我哋下封面去請你冇？用我係下好嘅。真嘅，係一種禮貌嘅展現啊！給你講下啲366係嘛？味道嘛，嘅人。唔係，我咩係366早起家還有種熟事啊！我講早起家真嘅係無禮貌，真嘅像講阿中古嘅一線之隔天天，因為有人真嘅早起家。做到踢切架咧，踢切架咧，真係無靠你騙人嘅感受啲上馬嘅，愛講馬嘅就講馬嘅。佢說做直接做按用踢切架、早切架，真係有陣時會本人出慫咧。係啊，所以按用就會唔好嘅、無禮貌嘅。佢第六呢，就會老騙人後知道哦，我老人非常嘅熟事啊。我說一種人可能係都唔中意。你老係講過，係因為有啲人可能比方講，
请问你食冠权冇？佢講，哎呦，我同冠權非常嘅熟悉啊，都好哦。佢前面我問冠權講，你壽司嘛啥嘛啥嘛？啊，我完全冇壽司啊，我就想講，其實你啲上馬嘅呢，尤其係你食冠權有買愛種壽司啊？嗰啲嘛，大年咧，係啊，嗰種種壽司後，我就知道，也唔係當有禮貌嘅事情。係啊。講冠權哦，T 對 T6點，種係好虔誠虔誠咧，種有咩知道？做唔得接觸係種乜嘢？係啊，有一擺啊，我阿爸嘅同事啊，咩幾個同學啊，有一擺咧，佢路風吼看到我，佢就你過來，難得我啊，係樹啊，叫得矮樹嗬，係啊，就叫來叫去啊，我心啲不了想，你老係講出好咧，你老係講你係我阿爸嘅同事出好咧，你按用樹按用做乜嘅？佢中意你冇啦，佢阿姨愛你，你是師奶殺手啊！我冇按用。我可能佢種人當作夾嘅拉，係冇上聽到咧。冇啦，你路風啊，按用看啊，就親像老牛吃嫩草。又嘅金拍鏈，你的項鏈啊，金拍鏈又唔會拗掉嘛。哎呦，我冇睇。啊，就知道動感嘅吼，你就讓愛真是冇認識你，你係愛爸爸嘅朋友，因為唔係愛嘅朋友，就這樣按呢虔誠虔誠，真嘅去做嘛。唔過還有聽唔空咩唔中意係冇？朋友不請自來嘛。啊，有一擺就會愛不卡嘛。頭擺有開過 party，有千多年來，就千多年底愛帶那邊嘛，有年咧愛做條路哦，結束愛轉去嘅，就看到愛門口有一張粉絲，佢就講。我就講啦，你要問啲了未啊？佢講，我無聊啦，我想去前面打嘴鼓啦。我火就衝嚟，我就講你做唔得安樣，我就入去咧。嗰時呢，我後來辦屋咧，辦一隻新嘅屋啊，因為飲食嘅問題輕鬆有。係真嘅啦，原生問題係兩下健康運動從事嘅問題，不過兩下你先聊下，等下再來繼續老大家分享下，後生人做唔得接觸嘅無禮貌嘅行為係哪一條咧？兩下先聊下了。你係愛阿妹麼？嗰時候對有一種人，後來就直接本佢放棄治療，完全唔會老皮購買事情咧。佢就唔會排泄哦，佢有一擺咪好。佢聽到人講過了，我已經有一時咧安尼暗示講，很討厭，這塊。結果我就對佢答講，呀哈有一隻學弟就對我貶損到看當無禮樂以禮貌啊，然後佢就看我然後就排泄笑一下，佢講還不走開，很惡哦。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嗬，咁滿到大家知道咧七項地步嗬，最無法度接觸嘅無禮貌嘅行為係乜嘅？你下想問面皮輕盤嘅黃小虎，你下嚟按到到底係哪一隻？一所以我就動衝樣，一就冇精神，你冇認真看，但跳就我有注意到啊。佢駕駛本人托一隻最衝腰嘅呢？有冇做慢快看？你看，耶，啲啲啊，有冇睇啲？唔過就。他下有小可檢查，佢每個人拿本去看，佢就偷看我東西。喺我自家都溜數機嘅咩嗬，佢就自家會變過來，係都偷看人，都尋嘅。有的學弟咩嗬，佢視力又很好，你知嘛？佢佢哋佢就提供唔加碼內容，從我哋種係試行攞佢加大嘅嗰種，有冇？你眼就看到就大馬街，然後佢就唔會排泄哦。佢有一擺咩嗬，佢聽到人講過了，我已經有一時咧安尼。我就講，就不如暗示講，很討厭，這塊。結果我就對佢答講，呀哈有一隻學弟就對我貶損到看當無禮樂以禮貌啊，然後嚟講，然後佢看到就，然後佢就看我下，然後就排泄笑一下，佢講還不走開，很惡哦。那佢當哦，就以為，呀哈就已經出社會嘅，我就唔想我老佢啊那個。邊面啊，你想講，嗱佢就攞佢暗示嘅感覺，快反射會講啊。不過真嘅有啲人真嘅需要這種，這已經不是暗示啊，明示。要這種人真嘅比啦，睇種嘅行啊惡嘅，有人就係見我挖減來，看唔到都係打埋街。
然後又嘛嘅相關，即係見看假使係真係講嘅動充咗嘅訊息，唔本看見嘅咧，係唔係？不過假講個按到嘅行為，假使呢成法當中真係拄到按嘅行為，可以用辦來做，用辦來處理，用辦來應對咧。自己先來講下。我家下個就係3老5吼，跟我先講3號嘅，我喺拄到非常親會做自家嘅朋友，一款朋友愛老佢做朋友嘅長途，像有啲朋友非常親密嘅朋友，像愛老理解嘅話，那喺佢講法有啲拍我搶做自家咧，我就會直接老佢講，我感覺你按用唔好啦，我本人感覺唔好，會唔爽快，你冇按用型啊，好朋友就會按用，係好朋友就會老佢講，就看佢做對接觸冇，係那係冇按親密嘅朋友嘅話，我可能就唔會插佢咧。鏘鏘咧，老幾嘅距離，老來開距離，就交流可能較簡單嘅，較禮貌，當可以交流就會就冇咁親密。嘅假使聽唔曬嘅，呢家根本冇人講咗出嚟，都冇得聽係咯，都有禮貌100分咧。其實我感覺聽好啊，那喺出家講其實有對講嘅，咁所以一開始我就有對開玩笑嘅方式，可能一開始我就開玩笑講，哎呀，你出家來啊，我就冇準備好，冇辦法好好招待你啊，係聽講啊用出家來，那看到總唔得看個用家山咯，就看佢個用版型嘅回答我嘛。不過有啲朋友可能係落線嘅，真嘅動落線嗬，係可能就用這方式，第一個方式咪係出家老幾講，我剛講你下禮拜來以前啊，係先打電話來講一下，按用下好啦，有啲人真係非常拍門啲嘛。唔會打交生意啊，冇關係，我就順風看電視就做得啦。放片啊，好，你輕量按用，哦，按用嘅可能佢真係來，我就唔會插佢，我就做起件事情非常無限，可能佢就會講，哦，我真係錢無限咧，我下禮拜來嘅時還先講一下好。真嘅，嘅你講用辦來處理拄到安尼無禮貌嘅事情啊。我對喺講動手時間人真嘅愛出隻老幾講，韓國愛動，按用動無禮貌嘅，其實我第一條講，你真係傾嘅禮貌。因為古時候出隻老幾講，按用動無禮貌，佢就第講，我下禮拜唔會按用做咧。不過對無手時間人吼，亞種人吼，實在唔是個插記咧，因為老幾講就是總浪費件，去解後難啊，浪費去解人生。真嘅，因為可能老幾講嘅會吃到牛脂嘅關愛冇，你又去抹殺，你去愛阿妹冇，古時候對有亞種人吼，我就出隻本去放棄治療，完全唔係老幾講買事情咧，不用傷心，真嘅亞種人真嘅去做自己，做得太自己了，他們就說。算了，我覺得你沒要醫，是我幹過，是我幹過痛兩回啦，真嘅。嘅阿關佢，假使朋友做到安尼無禮貌嘅事情，唔用辦來處理咧。哦，對於按用該無禮貌該朋友啦，我咪去講唔會插小機啊。冇啦，去搞朋友。我說我唔愛插小機嘅。直接斷交。因為沒有禮貌，冇本愛尊重啊，我按用愛就感覺我親唔好，因為愛細個時間，然後愛不下，跟住就搞愛，我要該我要禮貌啦，我要行好，要尊重配上。所以冇熟悉嘅朋友，你老愛冇禮貌，我真嘅唔會插上你，真嘅。你不用家下拄到，假使拄到咧冇禮貌嘅，因為用辦來處理咧。係，我挑戰下個係二韓國切，二是係拄到喺公眾場所。公開動態上係，其實有啲國家嘅人通常係喺昆明嗰度台灣例如，韓國呢市場做在糖度，佢都係上，就把公差做在糖度，佢都係拄到喺應該聽應該是些，其實我未懂，不敢講什麼啦，因為韓地方便只會按樣開，冇說做一下容易，冇乜嘅會講乜嘅啦，韓國世界。拄到世界時間，其實假使講拄到應該朋友講會插在，冇談人講會講嘢，我是可能唔會衝下去到幾大嘴鼓咧。假使講係拄到同事啊，冇是係其他嘅朋友，我是可能會聽會記到係同事，冇是係同學，是唔會做朋友咧。不會深交啦，唔會就知道按用嘅人真嘅，無法跟他交談下去，喺講兩件講實際啊，真係像條版人講嘅主角收嘅，真係是主角都嗌都嘛緊咗見價嗬，係咪？我做出嚟對嘅無禮貌嘅行為，其實係看一個人嘅修養嗬，就係有時就讓人牽發嗬，佢冇聽說會談下知道唔該嗌按到咗，唔係嗌鬧嘅係冇，係咪？如果用版來做一個有禮貌嘅人咯，自己。
刚刚个有礼貌就会吃屎，嘿，就會對方嘅角度來想象啊，每一種對方嘅付出，尊重係應該嘅，嘿，我感謝對方付出，還愛啊，你愛那係自己有能力嘅話，我去聽數人噶，嗰種人講個禮貌就係要非常。款待還有保養嘅心，款待同保養嘅心，你都做起。係啊，啊你講用班嚟做一個有禮貌用班培養自己嘅修養。吃到最簡單嘅就會愛尊重別人，因為你尊重別人自然嘢就會尊重你嘛。故說尊重即係喺老禮貌嘅強用嘅，愛可唔可以尊重？像老唔熟悉嘅人啊，上家門，唔過冇相關，你用你嘅笑容嚟去上家門就好呀，因為笑容就係你最後嘅武器呀。哦，像你家嘅武器一定很彈藥充足。冇錯，不過我禮貌100分。你那邊有禮貌100分，不過有人自認為自己係笑容世界上一定好嘅靈感權。你將用品嚟做一個有笑容、有禮貌嘅人啊？就看到騙人啊，吼，唔管係屬實啊，係冇屬實，咩冇相關。啊，就老給點頭啊，尤其交朋友沒做得啦，哦，那種就係騙人嘛，咩會覺得你很這個親和力很高，笑面推騙人，按用哦，你該條路啊，將會輕順遂啊，你要再講條路。要再講下一擺，什麼還有上海什麼，還有海鮮，就是很多。本年關於安嘅機會，都係上節目嚟談地嚇。咁最尾嚟問一下嘅內容嚟講一下好冇？其實我是都講禮貌呢件事情，我題目下做戲，細細細節做戲。家庭嘅教育，家庭地位都是做戲，因為你從下係客家人是大家庭，所以我阿婆是會當人來到你屋下，我阿婆是會講，看到人愛很真很有禮貌。因為細細細嘅我很疑惑，說一生人到底係乜嘢？你這樣講很難記，很嚴重，你冇讓我講記係馬莎。前期我可能看到咧是第幾係馬莎衝來嘅，是第啦。就讓你講，不管你看到誰來就很哥哥，看到誰嘛就很姐姐。你種係頭前講嘅咩？係啦，我阿爸就係哥哥。韓國我阿婆是會拄到啊樣嘅情形，是係我老街我哥哥了，可能是會直接念記3隻4個名。我阿婆是做講總的記係哥哥，因為欠記哥哥，總的欠記3隻名。那用啲摸題摸蛇係韓國假使講細細時間冇教，大概時間我遲到會教從。自己安樣嘅朋友，為讓人講，你安樣伊唔錯哦，因為剛才遲到冇禮貌嘅人，可能自家冇發現，所以我拄到安樣嘅朋友長到得解。真嘅。黃小鳳，本來嚟講一下好咧，用3句話嚟介紹下，用做一個有禮貌嘅人。安尼係最好咁講嘅係嘛？3句話點點，要安尼用係係嘛？家講嘅嘛，從小做起嘛，還有家下你家講嘅，就講禮貌就係我要尊重，你用講嘅我要同理心，係嘛？加自己講嘅對方嘅立場來設想，係嘛？還有加關權講嘅笑面，一所有全部做到嘅後，就係個有禮貌嘅乖寶寶。我幾都冇做到啦。身為嘅黃小鳳，今日幫大家做一個摘要，哈，幫大家做大摘，全部唔知家講嘅，係咪唔該？講就講冇。真嘅，最尾咧老太家講下，有一個當有名嘅主持人當好奇嗬，佢講過一句話就係講啊，學講話就係學做人。你都講話之中咧，學得用辦咯，對方嚟對談嘅，學到你有禮貌嘅行為。你都日常嘅成班都提醒自己，講嚟兩句話，係咪會唔會惹到別人？係咪伴別人嘅模範嘅？希望大家都成班當中，咪做一個有禮貌嘅人咯。下禮拜聽嘅時間，我哋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宮》，有吧，大家講。